为着要互社会大众愈了解身心障碍者的需求甲困境，劳动局逐档拢会举办影展。也今年拢总推出11部相关的电影甲纪录片，讨论身心障碍者的就业平权这个议题。也这回有选动画片，就是希望爸爸甲妈妈会当带囡仔斗阵来看。虽然袂行，不过坚强活落去较要紧。 社会上有真侪身心障碍者，真打拼伫过生活。台北市劳动局逐年拢会举办无限影展，关注身心障碍者。今年拢总推出11部相关电影、纪录片，希望大众会当看到身心障碍者的生活、就业困境等等。有自闭症艺术家表示，这几年愈来愈有感受到社会友善，帮助因伫社会自立。不过，也是希望台湾未来会当像国外同款，有更较侪包容。这个是会对这群朋友身上的朋友，如果有更好、更多的环境，不管是就业我们的就业环境啊，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如说社会的那个环境啊，如果能对他们更包容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会很大的帮忙跟帮助。无限影展已经连续办7届，劳动局讲为着要落实真正的友善，毋是干那制度的改善。 咱平常时的态度也真重要。另外，今年的影展嘛头摆选动画片，劳动局表示会伫假日也放，嘛希望父母会当带囡仔斗阵来看。影展的一个部分，我们选了一个三部的一个动画影片。那这部分我们也会是在那个周末来播放。那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，然后寓教于乐。今年的影展对10月23开幕，免费开放予民众看。 希望透过影像作品，和关注身心障碍者的多元议题，会当变做一种实际的行动。记者陈心彤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